太好了，今晚大王要来交房殿用膳，我还特意跟珍珠说，让他把秋日里我在园子里采摘腌制的桂花拿出来。到寡人身边来。是。护目一笑，峨眉曼质，容则秀雅，雉出颜值。寡人正在读屈子的楚辞《大招》，果然写得很好。大王喜欢？屈子真是神来之笔，写楚国美人，栩栩如生。楚国美人，并非仅仅朱唇皓齿，而且彼得好贤，习以督之。有道理。花容月貌，抵不上兰心蕙质。过去只知道屈子恨寡人入骨，巴不得烹而食之。但寡人读过他的笔墨，发现的确是个人才。既然不得楚王重用，不如来我秦国大展宏图。大王读过菊颂了吗？寿命不迁，生难国兮，身故难徙，更依窒息。心知如此，很难勉强，当真可惜。楚国人才虽不能由大王驱使，但楚国的学识却是可以拿来用的。楚国宫中藏书众多，王后出嫁时，楚王曾赏赐王后500卷书简作为陪嫁。王后的嫁妆虽然在武关被劫持，但义渠人只掠走了一些金银珠宝，而最珍贵的500卷书简，还有全套青铜乐器，全都完好无损。只因秦楚两国文字不同，秦宫中像大王这样通晓多国文字的人不多，所以这套嫁妆自入宫以后就一直没有动用过。这些寡人都知道，可是整理书籍事务，费时费力。王后请求大王准许芈月带着懂得秦楚两国文字的人来整理书卷，重训越人，让楚国的学识在秦国不至于明珠蒙尘。这果真是王后的想法？确凿无疑。王后虽然身怀6甲，困于交房殿，但她仍心系大王，愿为大王分忧解难。难得王后一片苦心。只不过前一阵子对待张子一事，她未免糊涂，乱了名分规矩，寡人不得不罚她。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芈月曾在会院种过从楚国带来的杜若，一大把种子撒下去，能存活的仅寥寥几株。可见草木都恋旧土，人怎会对母国抛之脑后？何况远离母国艰难重重，哪有不惦念的道理？王后为人宅心忠厚，自来到秦国，事事以大王和秦国为重，但根未扎牢，有时难免心系旧土，关心则乱。但等到来年那杜若根扎牢了，秦国是他的基业，大王是他的靠山，他对旧土之念也就会渐渐淡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此话有理。寡人对王后也许是过于苛责了。明日下朝，寡人去交房殿看看她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寡人刚好让人做了几件上好的貂毛皮衣给王后护身子。多谢大王。王后可喜欢这2件新衣吗？大王给的，什么都是好的。还有2件白狐的，寡人让他们做好，也都给你送过来。臣妾身子笨重，只怕这衣裳一时还穿不上呢。不忙，等你产下王儿，一件一件慢慢穿。寡人要自己的王后艳冠后宫。臣妾谢过大王。好。
婉儿，不要再提我了。你父王过来看过你了。妹妹来了。姐姐，前几日葵姑做了姜蜜，妹妹尝了觉得好，所以今日特意给姐姐送来。太好了，今晚大王要来交房殿用膳，我还特意跟珍珠说，让她把秋日里我在园子里采摘腌制的桂花拿出来，给大王做桂花莲子粥。有了你的姜蜜，怕是要把我的桂花莲子粥给比下去了。姐姐何不今日给大王做莲子粥，明日再让大王尝姜蜜，引得大王日日惦记交房殿，由不得他不来。哪能等到明日啊？好久没有吃过楚国的姜蜜，都馋死姐姐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母后也喜欢姜蜜的，特别是秋日的菊花姜蜜，总是让膳房做很多，分给各宫的公子公主们。王后何必提及此事啊？她是不会记得的。姐姐大约忘了，在楚国这种事，从来都与我无缘。先生，魏夫人那边又派人催要符节了，说是再见不到符节，她就不得不亲自上门了。这个义渠王简直是蛮横无比，他竟然狮子大开口，问我讨要500车粮草来换取符节。500车粮草，这得多大动静啊！所以我一直没有答应他。这样，你马上再去找一次义渠王，你转告他，就说我情愿拿珠宝钱财来折换成他想要的粮草，让他即刻把符节给我还回来。是。小冉去哪儿了？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。是啊，我也奇怪呢。早上用完早膳就一溜烟的没影了，不知又到哪儿淘气去了。这个孩子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大王。好了，不必多礼。寡人知道你不谈奢华，但看你这日常陈设，未免过于简朴了。大王恕罪，容芈月一些时间学会铺张。大王，司马将军他们来了。好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大王。小冉。姐姐，姐姐。司马将军，这孩子怎么样？这孩子龙精虎猛，是个习武从军的好胚子啊。寡人有意将魏冉交与司马将军，带到军中亲自调教，你觉得如何？姐姐，小冉从小志向就是奔赴沙场，建立军功。大王亲赐小冉良机和这身盔甲，姐姐切不可阻拦。可你年纪还小呢。谁说的？我都和你差不多高了，我已经是男子汉了。沙场的确凶险，刀枪无眼，这么小的孩子交与臣带他从军，芈月是要慎重。臣妾庇护得了他一时，庇护不了他一世。他身为男儿身，当早日自立自强，建功立业。大王深谋远虑，请司马将军收下他。芈月，快快请起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芈月既然信任司马错，我定不辱使命。小公子，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去从军，就真的不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能够为姐姐和葵姑出头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这么定了。2个月后，小冉随司马错离开咸阳，你们为他准备行装吧。谢大王厚爱，谢司马将军照应。都是马字，这是赵国的马，魏国的马，这是我们秦国的马。
果然每个国家的码字都不一样。光这个码字，7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争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，难。也未必。大王看，韩、赵、魏是不同国家，可他们的文字却很相似。韩、赵、魏原来同属3晋，自然共用晋国文字。后来3家分晋，他们有意把文字做出种种区分，所以这3国文字虽然相似，却也不同。西周之后，诸侯分裂割据，攻城略地，自建障碍，造成了交通、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不同，为难了别人，也为难了自己。那年，王后嫁入秦国，半路病倒，我在药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认识楚国文字的人，却因为度量衡不一致，他不肯卖药给我。他也两难，不卖给你是误事，卖给你可能就是害命。不要说国与国之间，寡人这些年来，在秦国的属地，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都一直进行得很艰辛。听说那些被楚国并吞的小国，刚开始也都是文字语言不同，并入楚国之后，却被迫使用同一种文字。刚开始人们也很抗拒，后来渐渐习惯，竟也觉出种种好处。所以，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